咱做伙伫地，即时咱要做伙来吟唱。今仔日早起是礼拜中，咱做伙吟唱的诗歌，请做伙献开圣诗第234首。这条歌是对永心新诗来的，所以这条歌就是早前宣教师来到中国厦门宣教的时阵所吟的。这个歌拢真简单，总是也真有意思。咱来听琴弹一遍。第一节就好，咱来吟第一节。我心是在何路？因为上帝托付，有我信仰面的美物，全心是敬主。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475首。咱来知影上帝使者有侪的面貌，上帝使者嘛有亲像今仔日坐伫咱圣歌队伊的稳定合唱团，因愿意来到台湾，服侍台湾这块土地，真侪家甲的受刑人，咱求上帝特别扶持，特别也甲因做伙伫地。咱来听琴弹一遍。咱来读歌词，来读一遍，来预备来。上帝使者有侪面貌，毋免体恤，无需要话权，心目若开就会看到，身边同行赞咱无停。来唱第一站来试看卖，预备来。上帝使者最面貌，毋免提醒我心莫开就会看见，心必当了无真实，所以咱搁来吟第一节就好，吼，咱搁来吟第一节吼，咱来吟无较熟的吼，来预备来。上帝使者有最面貌，毋免提醒我会看，心望落去就会看见。心已当了湛蓝无天。亲像较熟啊吼，咱来读第二节的歌词，做伙来读来。上帝使者有侪面貌，有时化做老母的双手，艰难时阵牵咱来行，显明慈悲。拄起忧愁，第二节就好吼，备来。上帝使者有最面貌，有时化
多老有的双手，万难时阵，坦然来行，显明慈悲拄去忧愁。爱知上帝使者其实就伫咱身边，将你身边的天使讲，感谢你甲我做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请平凡咱的心。大家平安，今仔日的主日咱相信有上帝满满的恩典伫咧，即马开始。所有求告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伊亲近诚实求告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搁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34首，我心实在懊恼。
请大家起立来迎全首。我心是在何处？因为上帝爱我，因我心了天地美好，星星星眼珠，上帝我主笔，下我罗我在过，有个你叫我有气，我必定有以后，上帝大大主笔哦。那当你在恩，那天你的个光辉中，爱我的生，亲像被跳堂，明明所起的行，上帝也听见伊的路，也过父母的听，人人生命那回，大风来吹就像上帝主爱眼望回味，不等心模样。请大家由阮徛伫人同齐来做信用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国共同的教会，圣道上东，最下面肉体高我，永远的王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看课印文第10篇，也嘛是信息27篇。我来刻，恁来用。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大军阵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宝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宝贝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
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收去赶你的罗卜，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煞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这时，咱三家来压头祈祷。阮所敬仰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台湾这个土地有听甲保护。虽然这几日地动谣言不断地发生，但是阮深信，耶和华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倚靠，甲阮的拯救。天地万物拢是你创造，掌管一切。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时时刻刻谨慎祈祷，备办好家己，回转到上主的面前，将所拄着的灾害甲困难完全交托伫主面前，祈求帮助伫华南地区的灾害紧紧来恢复，互百姓的心中有平安，无惊讶。伫这个时刻，阮阁较需要手牵手、心连心、同心合一来祈祷，求你伸出你的圣手，施阮伫宝座顶，赏赐台湾一切平安。愿今仔日牧师的讲台，稳定合唱团因的敬拜甲学乐，互听的人拢白白得到你的甲祝福。愿安尼切切恳求祈祷，完全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这时，咱来看今仔日圣经节。今仔日圣经节是记载伫创世纪18章16节到33节。迄三个人对遐出发去索多玛，阿伯拉罕甲因做伙行，要送因一程。上主讲：我要做的代志，减无互阿伯拉罕知影吗？阿伯拉罕一定会成做一个大国强的国家，地上万国要互因，因为伊得到福气。我竞选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子孙，甲将来的家属，着遵守上主的教示，并讲诚意，通互上主对阿伯拉罕的应允拢实现。上主讲：索多玛甲蛾摩拉做大恶极，控告因的声真大，但我要落去，看因所做是毋是亲像我所听到的安尼。若毋是安尼，我嘛袂知。中间两个人对遐我转身去索多玛，阿伯拉罕要徛伫上主的面前。阿伯拉罕面前讲：义人甲歹人，你拢要做伙消灭是无？城内若是有50个义人，你犹原要消灭这城市是无？无要为着城内这50个义人消灭因是无？你绝对袂做即款代志，将义人甲歹人
做一个台戏，煞互伊人甲歹人互相相款。你绝对袂审判全地的主，兼毋是照公义来审判吗？上主讲，我若伫索多玛城内找着50个义人，我就为着因的缘故来宽赦这城。阿伯兰好阁讲，我不过是火土土粉，毋过，阁请容允我对我的主来讲话。这50个义人，若是灭5个，我兼毋是因为插5个妖丸被消灭，才会传承。上主讲，我若是伫遐找有45个，嘛会甲伊消灭。阿伯拉罕对哥讲伊讲，伫遐若是找有40个呢？伊讲，为着这40个缘故，我嘛会做即个代志。阿伯拉罕阁讲，求主毋通生气。我要阁讲，伫遐若是找着有30个呢？伊讲，伫遐若是找有30个，我嘛会做即个代志。阿伯拉罕讲，请容允对我的主来讲话。伫遐若是找有20个呢？伊讲，为着这20个的缘故，我嘛无要甲因消灭。阿伯拉罕阁讲，我的主啊，请毋通生气。我阁讲最后一遍，伫遐若是找有10个呢？伊讲，为着这10个的缘故，我嘛无要甲因消灭。上主甲阿伯拉罕讲煞，就离开。阿伯拉罕嘛转去伊的所在。以上。这时，俄罗咱要请对美国回来台湾的文典合唱团因来。好。长老教会兄弟姊妹平安。我是文典合唱团的牧师吼，郭家昌牧师。今日真欢喜有机会会当来遮，甲大家做伙来敬拜吼。我一开始阮有一段影片吼，请东江放互大家看一下。
想我在这里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吴牧师，还有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们的接纳，让我们在远渡重洋的这个时刻呢，在我们团队正式要出发进入监所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可以一起来敬拜。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团队除了有2位美国朋友之外呢，每一位都是台湾出生、喝台湾奶水长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故乡来服侍那些在苦难中的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讲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从明天开始呢，就要到台中、彰化、台南、高雄、澎湖等地到10个左右的监所去探访那些受刑人，把上帝的爱传播给他们。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生命见证的分享，还有牧师的信息，希望能够把神的爱、神的光照到那个最黑暗的地方，照在那个最软弱、在困境当中的那些百姓同胞的心里面，让他们能够得着救恩。所以我们恳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你们祷告就是跟我们最好的一起的同工，用祷告来扶持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团队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能够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那我们就是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向神献上感谢，也再一次来向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感谢。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诗歌《感谢的心》。
今仔日牧师的讲题是上主的意，上主的意。牧师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帮助咱，伫咱不管是伫倒位，拢真正透过咱的行为、歌声，真正学了上主伫咱生命中迄个美好的祝福。透过安尼，咱真正将这个美好的祝福，就分予咱所听。以及咱所在、咱所伫地所在，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附近兄弟姊妹来讲平安。真正平安是无法度用什么话来取代，真正平安。有可能是咱过去即礼拜经历过地动的时阵，我相信迄时阵也有伫台湾拢有经历到即个地动。当咱经历地动的时阵，咱会求上帝真正互咱赐予咱平安，愿上帝真正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开管耳孔，听见你的话，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当好人拄着歹代志，这是1981年库什纳这位犹太的列比所写的一本册。这本册一开始，伊只是想要为伊的囝艾伦来写，因为伊的囝艾伦出世了后就被医生判断做一个病，叫做早老病、早衰症。医生判断伊一世人身高袂超过3英尺，就是差不多91公分。伊也袂老到会成衰弱，上最只会当活10几岁。台湾时间4月3号。拜三早起时7点58，花莲的外海发生一个真大的地动，华东地区的教会甲神学院受到打击。随上台湾基督教教会的2位信徒，阿美中会、马古达爱教会甲中部中会罗纳教会，拢有一位信徒伫即边的地动内底当场就过身。因为安尼，这也互一个真大的问题走出来。上帝是用什么款的标准降福气，也是降灾厄互人呢？上帝是看什么款的标准？是安怎好人会拄着歹代志？实际上，这拄好是今仔日的经文要应答的代志。创世记18章记载有3个人经过亚伯拉罕所住的所在。创世记18章第2节一开始是安尼讲，伊一个看到就对埔边口走去领子因拍伫涂骹，然后称因讲我的主。实际上，不管是偌敖接待人客，即款的动作拢真无平常。你接待人客，阁会拍伫涂骹，接待人客就好好啦，领子入来就好啊。佮拍伫涂骹，佮来讲我的主。那安尼是若家在咧讨论讲，遮尔无平常的行动，亚伯拉罕是有身体的感染也无？伊是啥物时阵知影即3个人客伊的身份？创世记18章16节是安尼讲，所以咱今仔日经节一开始就安尼讲，即3个人伫亚伯拉罕因兜做人客了后，刷落来发生的代志，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3个人对遐出发去索多玛，亚伯拉罕甲因做伙行，要送因一站。亚伯拉罕送人客到一个会当看到索多玛的所在。创世记18章17节，
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上主讲，我要做的代志，兼无要互阿伯拉罕知。咱来知影这段上帝家己对家己讲话真特别，因为伫圣经内底毋捌出现过，刷落来咱拢无伫所有的圣经内底读到。这段是咧形容啥？咧形容上帝咧想，嘛咧对家己讲，然后上尾既然将伊做决定的原因拢交代出来，所以咱毋捌伫圣经其他的所在读到遮。那安尼，这段经文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所以检采这就是甲上帝做朋友的特权。咱若甲上帝做朋友，可能就会当得到这个特权，因为就亲像上帝伫以赛亚书第41章第8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毋过，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我所选立的雅各啊！你是我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当阿伯拉罕甲上帝立约，伊就真做上帝的朋友。所以，迄个对朋友，上帝直接讲，伊无隐瞒伊的心意。点彩，咱进一步问讲，安那我咧，咱会当做上帝的朋友。我相信。甲伊立约一定是甲伊做朋友的前提，总是较要紧的，是咱爱活出堪得做伊朋友的样相。这嘛是阿伯所讲的吼。但是咱若无迄种不配甲伊做朋友，当然上帝就会气杀咱。创世记18章20节到21节，所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索多玛甲蛾摩拉做大恶极，控告因的声真大。当我要落去看因的所做，是毋是亲像我所听到的安尼？若毋是安尼，我嘛会知。咱来知影，伫创世记14章已经出现这两座城，索多玛甲蛾摩拉。这两座城当时。这两座城甲因的王受5个王、4个王的联军所打败、受掠。加在后来，阿伯拉罕带兵就去救伊的孙仔罗德，也救这两座城的百姓。总是上帝甲耶稣者这边的任务，确实要看这两座城。这两座城。要看是安怎？是因为因的歹，互上帝听了拢挡袂牢啊！迄个控告原文叫做哀叫的声，迄控告是一个声啦。然后这字伫创世纪第4章第10节嘛出现，伫遐出现的时阵是阿伯受无辜受害，上帝迄个血，讲迄个流出来的血。是上帝呼求，为我伸冤啦！迄个声，所以迄个声是咧讲这个声，所以伊要亲身落来证实这个代志。若无，若是伊就要施行毁灭。创世纪第18章2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中间两个人对遐活转身去索多玛。阿伯拉罕要徛伫上主的面前，照犹太人的传统讲法，这两个使者其实有，每一个拢有任务。一位是要互索多玛火烧的时阵的任务，另外一位是要拯救罗德。只剩上主甲阿伯拉罕。随上上帝捌对那迄代人安尼讲，创世纪第9章第1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甲恁立约，所有肉体的生物，袂阁互大水消灭，嘛袂阁有大水毁灭坏
全地，甚至入狱了，上帝讲我用天上的彩虹，甲恁做记号。所以，实际上后来毛犹太的律比安尼提问：啊，是安怎上帝过几代了后，既然讲话无算话？是安怎伊要用冰雹甲火毁灭这两座城？当然，两座城无等于全世界，冰雹甲火嘛无等于大水，总是因有缘质疑上主利用迄个字句的无共，对全部毁灭，减少迄个规模而已。伊实际上伊嘛是毁灭啦。伊嘛是消灭啦，但毋是咧。这犹太律比安尼问，所以这就展开这场亚伯拉罕甲上帝中间真互人感觉真激动的争论，或是讨论。创世纪18章23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经节来。亚伯拉罕行进前讲，义人甲歹人，你拢要做伙造灭。是无？大声来讲资格，亚伯拉罕凭什么要甲上帝来质疑？这是质疑哦吼，质疑上帝。凭什么？用现代语言叫做亚伯拉罕的底气在哪里？现代语言是安尼讲，伊有啥物资格？这是对上帝甲伊的百姓，迄个真特别。契约关系来，咱所信的上帝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是当上帝要甲伊的创造人入约了后，有人是安尼诠释，那安尼上帝就对一个独裁的君王，就变做立宪的君王。上帝甲人拢爱遵守这个约，听有意思无？伊若甲咱立约对啊，所以上帝就变一个独裁，伊讲就是对啊。然后甲咱立约了后，伊变做啥？立宪的君王哦。换一句话来讲，毋但咱爱遵守，伊嘛爱遵守啊。伊甲人共款，拢爱受这个约的束缚。所以当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了后，就有权伊提出质疑。伊提醒上帝：你爱我行事秉公行义，那安尼你搁较需要实现上帝的义啊？你搁较需要实现上主的义啊？因为安尼，伊追问上帝。创世纪18章24节到25节，有较长，做伙来读这两经节来。城内有50个义人。你有缘要造灭这个城是无？是无要为着城内这50个义人赦免因是无？你绝对袂做这款代志，将义人甲歹人做一个台死，煞互义人甲歹人拢相款。你绝对袂审判全地主，兼毋是照公义审判。真侪人拢注意到亚伯拉罕质疑上帝的用词真重，因为咱若读到造灭之字，咱过来便读到造灭之字，原文叫做全盘消灭，所以这字实际上也甲创世纪第9章、第7章到第8章迄个上帝造灭全地的作为是同款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字嘛咧指上帝，你无应该搁安尼做啊！若许这位11世纪出名犹太律比，伊安尼诠释亚伯拉罕伫遮所讲的话，伊讲这会造成人对你亵渎的行为，因为人会讲善恶不分，一尽消灭是上帝的习惯。伊伫大水迄代已经做过啊，你搁要来一遍吗？无毋对，实际上
阿伯拉罕是用希伯来文上强烈的语气，后来的翻译者来翻译做“你绝对袂”，咱有读到，佮讲两遍，“你绝对袂”。总是事实上，这翻译起来佮真客气，伫原文是无遐客气，因为原文这字是对希伯来文亵渎这个字根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阿伯拉罕是咧质疑上帝讲：你若善恶不分，天地拢不容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阿伯拉罕对公义、正义、公理的看法，其实是对人迄种对公义、公平的观念来。对人来讲，那这个城找到一定孝nghĩa的无辜义人，那安尼上帝真受气的决定毁灭，就变做无道理。虽上几段经文并无讲上帝已经决定要毁灭这两座城，毋是哦。几段经文只对咱讲这两座城罪真重。因哀叫的声已经互我听见，迄上帝安尼讲，我一直讲。所以创世记18章26节，上帝就安尼应答阿伯拉罕。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用主讲，我若伫索多玛城内找到50个义人，我就为着因的缘故宽赦这个城。这拄拄好是这个故事，也是这个。对话上特别的所在，上帝竟然认同阿伯拉罕的观点咧。那安尼，这就表示上帝愿意用人的标准甲方式，甲人讨论，伊愿意让步。迪修沃斯这位美国哈佛大学真出名的法律学教授是安尼讲。阿伯拉罕用现代律师上习惯用的手法，就是先说服对方一个大的原则，然后才一步一步来协调，毋望摕到上好的结果。这结果叫做现代律师时常用的方法。这就亲像20世纪真出名英国的诺贝尔作家萧伯纳，伊上出名的一个故事。听讲伊生了真歹，有一天伊拄到一个真水的女明星，就问伊讲：啊，你敢愿意为着100万英镑，甲我困？这个女明星既然安尼应答，讲若100万英镑会当考虑。小伯纳刷落去安尼讲：若安尼好，既然大原则已经确定。介绍会当佮讲，这就是安尼。阿伯拉罕咧讲价的原则就是安尼。大原则确定啊，好啊，安尼开始议啊，开始论。这就是阿伯拉罕甲上帝谈判、讨论的技巧。所以刷落来创世记18章27节到28节，刷落去是安尼讲。所以阿伯拉罕就对落去吼。这个原则已经确定啊！上帝，你愿意让安尼好，咱就落去，是安尼来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阿伯拉罕佮讲：我不过是火夫土粉，毋过请容允我对我的主讲话。这50个义人若减5个，你减要因为差5个，犹原要遭灭全城。上主讲：我若伫遐找有45个。嘛袂甲伊造灭。新亚家认为这是圣经内底第一遍人为着伊所无熟悉的城市代求，这是一项真特别的代志。为着伊所无熟悉，甚至我毋知影阿伯拉罕敢捌去过。总是伊为着迄个城代求，甲上帝祈祷。阿伯拉罕总共6摆向上帝恳求，
总是依旧逐摆拢求上帝，你爱宽容，减少这无辜的人的人数。伊却无提出证据来说明这座城市因为这义人成就的好，值得互人留落来。我听有意思吼，伊无说明这义人成就的好，有值得上帝讲好，这个城留落来。所以亚伯拉罕的论点真显然有矛盾的所在。因为凭上帝权能会当毁灭迄个城，总是留落义人的性命。随上后来上尾的结局嘛是安尼。上帝的权能会当安尼，那安尼是安怎要留落真侪绝大多数拢是做歹人的城？只是因为有义人住伫内底的。创世28章32节，咱搁读到上尾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恳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亚伯拉罕搁讲：我的主啊，请毋通受气。我搁讲最后一摆，伫遐若找有10个咧，伊讲为着这10个缘故，我嘛无要甲因造灭。10个这个数字。后来就成做犹太人会堂的标准，迄个标准就是城内这个城若有10个成年的犹太人以上，就称作会堂；10个以下，就叫基督的所在。就亲像保罗到腓立比、路加安尼描述，《使徒行传》16章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安息日，阮出城到了河边，心内底想，伫遐可能有一个犹太人基督的所在。基督的所在是一个专有名词，表示迄个城有10个无？无10个犹太人。总是毋是有人伫遐敬拜上帝？有，伫遐做伙敬拜。所以安息日，遮个人会做伙组织去迄个，毋是叫做会堂，叫做基督的所在做伙，毋是讲。遐有人真侪人基督，毋是哦吼，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亚伯拉罕甲上帝的谈判，上尾就停止到10个，嘛真侪人咧问讲啊是安怎？是安怎会安尼？解经家有一种讲法，因讲亚伯拉罕心内底明白。若比10个较少，无法度说服上帝，因为哪啊一家就8个人，总是上帝有缘，互大水淹灭全世界，所以无10个人无法度说服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是安怎会调工？会调工的哦，调工将家己的心意对亚伯拉罕讲咧。除了亚伯拉罕是伊的朋友，这是前提。圣经真清楚咧对咱讲，是因为伊拣选。创世记18章18到1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拉罕一定会成做大个强的国家，地上万国要因为伊得到福气。我拣选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子孙甲将来家属，着遵守上主的教示，秉公行义，通互上主对亚伯拉罕的应允拢实现。上帝爱亚伯拉罕甲伊的后代，成做上帝的代言人，互亚伯拉罕的后代遵守上帝的道，秉公行义。的目的，就是要互万国得到福气。圣经拢对咱讲啊，换一句话来讲，会堪这甲上帝做朋友的人，会堪这互上帝对咱无隐瞒伊的心意的人，这款的人，有可能就是咱。总是咱会堪这做伊的朋友嘛？
随上上帝甲人讨论是要教人知，啥物货才是人应该有的正义、公理、是非、善恶。全知的上帝必然是公义的，总是人真歹判准，啥物人有罪，啥物人无辜。就亲像我过去真好的好朋友陈伯雄牧师，伊伫桃园精神团契咧服侍10几冬，伊拢甲我讲，每一遍甲伊伫家内底的受刑人咧讲话，头一句话拢讲，牧师我无罪。所有的人差不多10个有8个拢讲，牧师我无罪。人到迄款的眼光看会出这个人有罪也无罪，真歹势，真困难。所以咱才会发展出法律的制度来判断，总是只要是人设计出来，就一定有缺点。所以每一个体制拢需要衡量，啥物人、啥物款的伤害较大。亚兰德修斯这位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是安尼讲：独裁体制会倾向宁可错杀，袂使轻放；宁可阮总台袂当轻轻来放一个。总是大多数欧美的民主体制会更较强调。一个人若还未判有罪进前，就爱先讲伊无罪，这叫做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这个原则看会出，宁可轻放，唔通错杀这款的原则。所以总是就是法院宣判，就会当证明人是无辜。也是有罪吗？事实上，我要甲大家讲，歹人无伫面顶头写歹一字，有罪的人嘛无，所以看袂啥会出来，这个人是有罪的人，还是歹人，还是好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上帝问伊讲，你爱有公义哦，咱。迄时，搁较比上帝搁较有义，搁较有公义。当咱质疑伊是安怎无施行怜悯，迄时咱亲像比伊较有疼心嘞，较够怜悯人嘞。总是咱忘心肝，家己知，咱查伊的义，伊的怜悯真多。啥物人会当诚做阿伯拉罕的好诶？就是甲上帝立约，互上帝看做是朋友的人，更加是伫这个世间行出伊的路，主持公道，伫需要公义的时发声的人，这就是咱受敬，诚做伊百姓的原因。随上照阿伯拉罕甲上帝的算法，伊只甲上帝算到10个，对吧？10个。然后迄时有10个义人，总是伫上帝的义内底，其实有一种稳定的算法，就是只是一位无辜的人，就是只有一位无罪的人也有教业。就亲像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5章第1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那因为一个人的过失，死通过这个人支配人类，安尼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一定更较大。所有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就是白白互上帝宣判无罪的人，会当通过基督来支配家己的性命，就是只有一个人。上帝的义，伊有一种稳定的算法，也会算互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阿伯拉罕甲上帝这场历史性的
讨论有伊伫圣经中、甲历史顶头真特别的地位甲意义，因为这表示上帝鼓励咱甲伊立约，做伊的朋友，毋免惊对伊质疑，甚至来挑战。咱也愿意会当甲伊来对话，就是对过去以来，咱对头到尾拢我都理解，认为无端无缘故受到苦难甲冤屈，大个亲像大水，是日军东征瘟疫，犹太人受大屠杀，200事件白色恐怖。甚至香港反送中，也是小到个人，迄个病痛甲意外突然间找着咱，就是找着咱所疼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咱真歹解说这个代志，咱嘛袂当单纯讲因是上帝的审判，咱嘛无法度解说。有一寡代志，咱需要承认，咱就是人，咱袂有全部的答案。总是我真爱库什纳这位列比，因为人拢知影伊的囝拄着的代志，所以后来有人邀请伊去安慰遐个临终的囡仔的老爸时阵，伊带因的祈祷，所以我真爱伊的祈祷。伊讲，愿咱堪得受这个囡仔迄款完全的勇气，愿咱有气力甲智慧去活出这个囡仔袂捌活过的年岁，担着伊袂捌担过的人生的喜乐。愿上帝会记伊用伊的恩典的算法，将你甲我拢算入伊的听内底。做伙来祈祷。主阮知，阮是软正的人，阮也是有限的人，总是阮求上帝特别怜悯，甲阮做伙伫地，将阮算入你的义、你恩典的算法内底，也就是你的听内底，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的关心。咱这是三个来应圣诗第475首，上帝使者有最最面貌。大家起立应全首。上帝使者有最最面貌，我心望那归就会看明，心必当行到难无天，上帝。有最最面貌，有时我最高有的强求，艰难时阵，艰难来行，连命主必拄去优秀，上帝使者有最最面貌。我最痛有无断的纪念，比高主转最顺风，富贵天天发主那情，上
上帝赐这有这面貌，有时帮我来保佑真理，有时轻声吞入安慰，后开心甲他去求慰，咱的条命。真多事情，耶稣基督透的咱来听，公义的水，咱手来握，和平过对开遍山平。请坐，这是咱三个人奉献。请苏怡玲、黄约瑟两位执事来书献。是阮的救主，你带阮经过死荫山谷，我嘛毋惊灾害，因为你是赐予阮真正的平安。互阮搁再一遍来到主圣殿你的面前来敬拜儿女，唱诗歌，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互阮了解，阮毋是依靠阮的才能、阮的知识，乃是我靠咱万军的耶和华，耶和华会使得到真正的快乐。阮即马有来献上阮微薄的金钱，来献上互你，用在福音的曙光面顶。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求，阿门。请坐。即马报告进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经句是伫罗马书第5章第15节。不过，亚当的过失，甲上帝白白的恩赐未必得，因为对一个人的罪过，众人拢着死。上帝的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白白享受互众人的恩赐，一定搁较丰富。请。
因为一个人的罪恶，众人拢得死。上帝的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白白受人的恩赐，一定更较丰富。罗马书5章15节。不过亚当的过失，甲上帝的白白恩赐会必得，因为对一个人的罪过，众人拢着死。上帝的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白白受人的恩赐，一定更较丰富。罗马书第5章15节。请咱来看咱的就务内容。第一页本州事项甲澳洲的事项人员，请家己来注意来看。州间的聚会甲主义学的教育课程嘛，看伫第一页，请大家来看。第二页有小组的组织，甲主义奉献，若是奉献顶面有订达到的所在，请来往办公室甲中介来反映。第三页。本主日，今仔日真欢迎文典合唱团对美国加州转来台湾服侍宣告，愿上帝看顾保守因出入的平安。4月份的一周中节长老是黄传俊长老，执事是穆桂英、陈美智。团督部的会议点伫中昼12点半，701的教室会议室内召开，请部员来出席。后周是咱4月份定期的中职会加小会，请咱中职来备办心来传这相关的资料予办公室。教会消息，4月27拜六安排。教育部安排一个讲座，就是讲甲咱即摆真流行的电玩这呢，你落伍袂，无落伍的人就来参加。咧报名的人，请用 QR code， 也是到办公室来报名。这个讲师是咱教育部建组长老邀请的。第二，咱后礼拜开始。113年第一次的励学金名单，伫遮顶面嘛，请注意老师甲遮学生来讲，后礼拜会使开始来领取伊的立校证。过来第三点，就是咱今年有办理暑假快乐营的儿童音乐营，加8月13到17。总共有6天的时间，6天的时间，这会参加的对象是中班生大班到6年级，这会使大家来邀请，这会安排这个囡仔来参加。具体消息，蔡明雄弟兄的告别式，伫教会牧长的关心协助中，伫4月初5迄天已经完成，求主来安慰遗族，甲主同在。最后大道事项，咱最近地动犹原不断，请为着咱的这个需要，咱看就无为达宽市的危楼，甲受灾的这个客家的住户，第二就是为花莲因这个交通。建设甲山区道路的损毁甲救援的这些朋友们请讲土耳其马来那个救难队了第三，为了受难的伤亡者的家属会得到安慰。第四点就是为这搜救队因来台岛处理会得到平安。第五，为了台湾连续无断的、无断的这个地震，早时也阁有拄则敢若嘛也有的款，希望大家拢出入平安。以上。
请牧师介绍。来，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啊，主要就是稳定合唱团。我想因不只是伫加州，应该嘛有加拿大，伫加拿大吼，无吗？无吼，主要加州吗？主要是加州吼，安尼我听着应该无啥问题啦吼。另外我要介绍陈爱美牧师，伊是宇宙光的副总干事，上时也是艺人之家的牧师。今仔伫咱中间，伊会专程陪恩典合唱团吼，对头到尾伫台湾的服侍，所以咱特别，咱嘛请稳定合唱团全体好无？吼，请起立，互咱大家甲伊拍捧啊！欢迎因伫咱中间。多谢，请咱特别为因伫台湾线落来差不多20几天对无？20天吼，2礼拜吼，2礼拜的行程来祈祷，为了因的服侍祈祷。我其实有问过啦吼，咱需要为恁奉献等等吼，应该是免，所以咱得为因来祈祷，毋茫讲因不管是伫台湾，或是转去到美国，全团拢会当平安，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特别的祝福。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虽然过去即礼拜内底有真侪地动，总是台湾人亲像看地动，即摆敢若日常啊吼，所以嘛爱真注意咱厝内底的跳，所以调用中了，伊伫地动的第2天就来巡教会，看教会有倒搭有安怎无吼，然后伊嘛真好意会当提供，互咱教会兄弟姊妹讲，咱厝内底若有小可憋气，还是安怎？咱嘛会当互调长知，因为伊拄好是土地祭司吼，拄好是这个专业啦吼，所以吼，咱会特别多谢调长啦吼，伊真热心咱若厝内底若有发现什物款的问题，会当敲电话，但毋知伊的电话问我啦吼，问我，毋知伊的电话就问我吼，会当来到咱的厝，小可看咱所徛起的所在有好势无？愿上帝平安，就真正甲咱做伙伫地。上营第391首，俄罗天顶主宰。请大家起立。俄罗天顶主宰，统治天地高海，保万民，朗朗的国旗的航行，俄罗兄弟，俄罗桑为一体的家信息。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有足歌无？
就是咱三甲来行平安礼，互相讲，愿上帝平安甲你三甲直直，平安行平安礼。